好，哦，怎么样？好，哦。在开的时候，这师傅重量在后边的，看不出来。他现在合到前面来了，重量喺前面啦，这全都换到前面了，后边是空的。將身體嘅重量交過去。你看，他把重量放在前面，看到嗎？但不在膝蓋上。經過個中定，重心喺呢度，經過個中定，立身中正安舒，千萬唔好咁樣。係。你看到嗎？平推過去㗎啦。和胯和重量也在前面的。你睇我手睇到啦，嗱，哦，嗱開咗個腳嚇，又合到前面來，對嗎？哦，開到後邊去了。它很小，你看不見，但是那個重量一直在換。然後咧，它就在後邊。手嘅重量咧，手嘅重量點樣查住呢個咧？佢一壓過嚟，我已經打開咗啦。佢呢度係縮小㗎，但係呢度係放大㗎。嗱呢度放大，即係重量在後腿。跟住咧，佢個勁力已經係因為我手往上身往下，將佢抵消咗啦。拖住了我一點。抵消咗啦，我完全唔使用力㗎。跟住咧，我合啦，合咧，因為我合嗰陣時咧，我要落咧，要活身往上，手往下的。身往嚟咯，因為佢不嬲，佢個身體下墜咗嘛，下咗我成腳細攞佢啦。因為你合一定要身往上的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話係要做一個比較快嘅動作咧，係嘛？一個動作，但有開合的，先開後合。係手係鬆軟㗎，不在手上做的。不係手，丹田咧，整個丹田咧，整個肚都係丹田。中定不能丟。中定不能，中定丟了就沒有開合。同埋咧，呢個丹田咧，你要鬆咗兩個髖關節，用髖喺度做，然後帶動兩胯嘅旋轉交替，然後一個肚就會係一種好似水咁樣內臟嘅動盪啊！呢個動盪嘅 power 喺度，係嘛？嗱，佢想攞我咧，我就嗱，我當佢我仆喺佢手度啊，係嘛？然後呢度一動，呢度一開合，髖關節帶動。整體垂直旋轉，上升下降。